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嗰本歡迎收看福氣來咯。不是睇是客家料理嘅人農地，將豆油啦、豆豉啦、滷嘅種出一道，全部都係用發酵，有個步驟做出來嘅。嗰個發酵喺我哋咧客種嘅飲食文化地位一定係重要。也有幾道嘅上面係按嚟做出來嘅喲。今日我哋就嚟邀請到我哋菜地嘅好朋友池玉田先生來到節目地位，好好同大家來分享佢自家嘅品牌同佢後輩嘅故事。馬上來分享我哋老朋友阿田。主持人高本好，我係屏東新北市嘅池玉田，我係豐田釀所嘅負責人。歡迎阿田來到節目地位。阿田幾久冇看到人呢？佢說這個。做乜嘅？我有盧卡本身就有個做生意嘅嘛，用辦自家會想到講，再來成立一個有個豐田釀所，安尼一個新的品牌呢。我哋平時做豆油，啲地方係我哋咧工廠嘛，有一些寧夏我哋買豆油時就會自家來當我哋咧釀造地方，想去看我哋做嘅方式。不過有時我可能冇睇過，冇如何去上報。所以後來同我媽媽都討論講，想要提供我哋菜地嘅豐田新北市新的店面，做一啲實體店面。一來係可以幫客人做一個實際的醬油的消費體驗，二來是可以推廣我哋新北市在地嘅釀造嘅文化。所以也係一啲類似交流中心同零售中心的概念的店面。你同佢有個後端生產嘅地方，同前面行售嘅部分分開來，冇錯。你有個方便去管理安尼。係啊。有個豐田釀所有個名嘅，係唔知個案的嘛？有冇個用意嘛？其實豐田釀所都分當初本來愛有另外一個名叫豐田製物所，醃製物品的地方。做埋愛很多豐田釀所係因為愛哋都提嘅新北市豐田嘛。豐田本身都會做豆豉鋪、做種夾、豆油的重鎮，所以我想要用一個夠直覺性、本靈感有記憶點，都用豐田釀所4個字按嚟按，所以店名都會按嚟落嘅。就直接當時就按。都讓大家很了解，也係提嘅豐田，也係賣釀造相關的地方的一個店面按。按你阿田成立一個品牌差不多時間一久呀？你講釀所嗎？對啊，釀所差不多，去年的12月都差不多搶上陣釀。還冇幾久嘛？清醒。因為之前呢，還係講習慣同工廠共用吼，但是係自家特有品牌。按你能自家成立一個新的品牌，有一個想法之後，陸卡一年啊，也係講主編人哋詳情啊，大家對一個品牌新的品牌有冇個其他也係講其他的想法呢？其實當初我開一間店的時間，我媽媽是十分反對啦，因為講講我請伊等於喺做，因為喺古店的話，講個身體會擋唔掉。我還是同伊講，等愛推廣文化的話，一定要有一個定點聚落的概念。所以有一個店面之後，人家會朝這個據點去集中。那有了這個據點之後，等於做後續的文化推廣會更方便一點。如果每一點你都往我們製作醬油地方，那你要推廣其他釀造文化會有點失焦啦。對於在地的人來講，其實我喺店面當初開始，我其實沒有想到開了之後，有青島在地的阿爸阿媽過來。一開始時節，其實有青島老阿爸阿媽伊起眼鏡去給我查，我嚟經過，點一下看一下，因為唔定睇個買嘛嘅，因為安尼店面的概念哈，睇個一點新北是沒有出現過。後來有位阿爸阿媽都行起來，伊都講，你要不要買嘛嘅喏？講我要邊都買豆油、豆豉鋪的，主要新北市的東西，伊還有買屏東的釀造發酵相關的。我有同人講。我阿公阿婆都係做豆豉鋪的，慢慢的順的，伊哋都談到講，你而家順的咩？愛啲，所以慢慢的，其實我嘅店面有青島係在地的阿公阿爸嘅客人，有這就是在地的客人還蠻多的。我一開始以為是只有外地客，因為今年大家都生發睇啊，當時一開始都底下講睇買嘛嘅，底下都講這個你買嘅菜地，你買老看啊先，支持一下。這個甘肅都講當時
你有沒有會請到一個 visual， 就這個位置，你當時就有設想說，這個位置還清好嗎？哦，其實我特別感謝我的新北市有一個叫鍾俊彥大哥，當時也個空間都可以囤給房東所有。哦。本來我本另外一個做藝術創作的大姐用吼。後來可能有某個原因捱唔住啦，就空在那邊。後來因為空在那邊，房租又一直繳。就覺得很可惜，如果人來請來，如果來講，有田咩迄新北市載體的什麼個後生的啊，有想要伊個空間安尼去做經營嘛。其實這是我本來有想要做店面的一個概念，可是因為礙於我青島工作，這個無限。啊，一開始看到有店面的空間呢。環境其實唔係講抱很大的希望，因為壁癌嘛，有漏水安尼。後來是就是有大概將來從頂樓去估一下安尼，大概整理起來預算，就覺得說，應該可以行，所以就這樣做下去了。錄完咧，更加錄完一定要去管理。所以其實成立品牌睇人家規劃之內，但係請到一個 visual 係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就感謝給鍾大哥介紹本來。俺哋攏佇講成立一個品牌規模簡單嘛，你這個本身來講，除了做一個體育啦，或者相關的專業之外，聽講你這個以前的背景也經歷過幾多的事情，做過幾多的事情。對於成立品牌來講，你這個以前的經歷對成立品牌有幫助嗎？其實我感覺有，因為我太好個時係好沙工的。我有一段時間喺台北做過沙工，所以其實這個沙工同人群的接觸，還有溝通的一些專業技術的訓練，在後面不管是我喺商業，還是我喺開店以後，其實跟人際的關係建立同跟對話關係的建立，我覺得幫助很大啦。尤其如果一般的人啊，對不熟的陌生人，唔敢去開口去講吧。我感覺我的個性都比較敢去跟陌生人去接觸，然後又加上因為我做產業嘛，我去參加展覽啊、擺攤啊，所以跟客戶上的互動，長期這樣訓練下來，我覺得對於經營一間店來說是有幫助，然後加上有以前沙工的經驗背景，所以其實幫助我青島啦。就等於講喺品牌方面同人家人客的交流啦，吼，也係講其他廠商的交流來講，也個對你自家有幫助一定的。冇錯，係啊。阿田，我有想到啊，對一個品牌的成立來講，自家有多多的困難，除了一個成本，visual的前面地方之外。有想過同這個品牌除了名嘅之外，伊個 slogan 也係講同大家講，咱個品牌有兩版的核心價值，也係講宗旨，有按哪個想法冇？有想過冇？其實喺豐田釀所一個品牌，我喺成立時間來都有一個核心的這個店的概念，都會講，也講店，我這間店吼，主要都會推廣新北市的釀造的產品。比如講調食譜，比如講調油，除了我哋新北市以外，還有我哋屏東客莊的發酵釀造品。所以其實，這個店裡面哈，我哋販售的東西，基本來講，攏係我從投入產業以來到現在，我認識所有在不管係研發的、計劃的，還是在百事集認識的所有的夥伴，都是跟釀造有關的商品，都是在這邊做寄賣的。也就是說，這裡面的產品都是我們豐田屏東或是新北市載體的發酵釀造的產品。所以這是我們這間店的核心概念，就是我們專注在做發酵釀造的推廣跟商品的零售。未來目前也在進行中，都會我們會做釀造的課程，相關的工作坊，這是我們要講店面豐田釀所主要更加愛行的一個核心的路線。阿田，談風來，你們店底部唔單止唔單這個生產的產品，還有其他嘅廠商的產品。冇錯。唔過唔會擔心講，會唔會其他廠商的產品賣過好，陽光唔自家的產品？
其實唔會呢，因為每一個產品有伊個某種的使用方式，還有伊個特性嘛。就從豆油來講，有的豆油一路是它滷肉滷東西，有的東西是它沾東西，做蘸醬，蘸醬，有的東西可以炒東西，炒飯啊，炒菜啊，所以。同性質的產品，也會因為某種的使用方式同一個風味口味，所以它不太會打架。而且因為我們希望照顧到不同預算的族群，所以其實我們這個釀所裡面賣東西，比如說豆油，它就會有從比較便宜的價位到比較高的價位的選擇。讓消費者去做，就是說，我今天可能預算只有200，或者只有100，那站在預算以內，我有一些商品是可以去挑選的，而不是說全部都會賣高級，就是單價比較高的產品這樣子。因為我們是希望是讓全部的人都可以很方便的去認識到釀造品跟發酵品的這個特色。我說糖烘類，因為咧點的唔單像係一點點的，有一點人講嘅釀造文化的平台的感覺呢。冇錯，幾好呢。觀眾朋友，沒想到聽起來的新北市豐田哦，還有標準一件按等以上嘅點的。不過阿婷今日咧點的唔單像按的哦，後背還有更多神奇的故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聽嘅阿婷來分享佢這家品牌成立嘅原因同堅持。今天呢，我們都加入一個豆油嘅餅誒，來上看下先今日嘅堅持係唔係真實值得大家來支持哦。阿婷，你一個餅啊，真是單門係用豆油來做嘅哦。係啊，但用豆豉譜去做嘅。豆豉譜烘乾磨成粉啊，都用桃酥嘅餅嘅概念去做嘅。個人試看看啦。我哋都來檢查看下先，你嘅堅持係咪真是有理由嘅？哪烘落嘅時間？有的奶油香，然後淡淡的豆豉香，可是有些人比較聞不太出來，然後去熬，去試看看啦，嘿，熬一後，你試，然後有差不多咬到中間會有細把個豆豉譜淡淡的米絲出來，有試到嗎？等一下，試到好。試到好嘿，蓋入黑我哋呢豆豉譜特有份的米絲，有，嘿。前面是就像講嘅，原來是咧在西點咧餅嘅米絲，失敗鹹香香，到中間咧是就有嗰種豆粉，嗰種豆粉嘅嗰種感覺出來。醬油粉的米絲。人咧食出嚟會像豆油粉同麵粉啊奶油，糖，因為我哋係用桃酥嘅概念嘛，一般咧手工餅乾係用奶油囤麵粉自家做，桃酥嘅口感的話會加一些個小蘇打粉啊，所以你吃起來會比較脆一點。冇錯，他說按你講紅了，真是好食啊！就是說，口感來講就是很酥的，酥脆。像有些擺口食，食紅了有些擺早某一類涼的可以比，有些擺兩位推薦講20豆油嗎？不建議講那個啦哦，真是，佢甚至一件事情如果。一個餅誒，食烘了有豆油的米絲，如果又唔係真實像我們一般係食豆油做出來的東西釀造的，一天歸好。安蟲，米絲安蟲，它就是一種淡淡的香氣，就是一種跟我們熟人呢，也不能說是衝突哦，它是一個很全新的一個味道，這樣子。對呀，如果我們偷偷講多誒，可以希望讓沒有接觸過豆豉譜或是釀造概念的朋友，可以透過一些比較簡單的零嘴類。先去做初步的認識，透過味覺，還有個醬香味慢慢的去跟他做介紹，然後去帶入到我們新北市的豆豉譜，然後還有後面很多釀造文化，慢慢這樣引導下去。對啊。那就像我們一般的手機來講，我們大家都是從習慣和傳統，也是比較大家所熟知的東西，先來手機嘛。那我們反過來，我們更加已經講了新的呢。那我們對我們點鋒一個品牌來講，還有哪一條算係我們比較創新的部分呢？創新的部分除了餅乾以外，我哋其實還有做一個導覽，這是
味蕾上的探索。那我們在實地，因為我們的豐田釀所都提給聖貝斯嘛，以迄個其實歷史很悠久的百年的聚落。像我們的聖貝斯的老街上面，其實有青島的巴洛克式建築，也有還有我們的五大信仰中心嘛，主要路那個三山國王廟。好，所以我們有剛剛我們的豐田釀所有做一個叫做導覽的小旅行。來到釀所的客人，他們會很好奇豐田聖貝斯迄個釀的鐵粉，我們的釀所就有提供了導覽服務，同在地的導覽的老師，好去做一個導覽的合作，帶着這些消費者或客人去認識聖貝斯的文化，包括國王廟、懷中門、金字亭，還有我們的巴洛克式建築，還有像我們的皇家伙房，還有中家伙房，一個算是我們豐田釀所另類的一個支線服務啦。像有個服務也沒講，來，你一天要有的，你一定會先預約。先預約。我們說，像我們頭頭講到的工作坊體驗課程，也是要先預約的，報名安尼。按來講，先給一個服務發通的部分，我們先等一下，我們先轉過來講，頭頭商品的部分嘛，商品的部分是都變的，我們可以是對一個變的去參加我們的發通啊。具體的時間也可以帶一個登錄啊，從頭到尾有看到一個幾神奇的，這片的跳油藝術師我有看過，但是前面的那個算是跳油嘛，也係其實飲料。細罐的嘛？係啊，咩跳油？咩跳油啊？嗰時候看到買暗細罐的跳油。其實啊，等一罐細罐的跳油買清舊的哦，就大罐有1 kg，細罐都1 kg。係啊，當時做乜嘅會想到用暗細罐呢？因為細罐呢對一般的家庭來講，唔講暗細罐，其實用冇按一度擺啊。其實當初我哋會做細罐的跳油嘅時候，係因為我哋有青島嘅外國嘅朋友，和親戚，伊哋實習跟我哋跳油啊，想要帶過去，唔過因為行李嘅關係冇封片，所以嗰時我哋就想說，還是設計成小罐的概念，讓他們帶走。就這樣來的。概念就這樣來了。後來是意外的，它很受上班族的歡迎，因為一點就買一根細罐呢，就不用提抽屜，獅子使節就打開了，沾個水餃，毛路，有一些一定會沾個滷味，吃完可能就沒有幾天就吃完，有的可能就會放冰箱，小小體積又不會霸佔到公司的冰箱空間，又不會造成人家的困擾。假使係有唔係講吼，都不用太久唔新鮮啊，也快係變質啊。其實我聽看到酒有按呢個暗細罐呢，其他樣品罐啊。係啊，按你幾好呢？你係唔係有種其他想法講？像你有小個廟紅嘛，推出聯名款，將個聖貝斯嘅國王廟來。有提個計劃，其實我之前也個細罐呢，都有囤青島結婚呢做結婚小禮物。然後還有我哋沒有囤。之前呢，6堆運動會沒有做過合作，還有我們屏東客務處、客家事務處曾經這個辦個可節相關的活動時間，這個小旅行也有用小罐來做相關的活動的伴手禮，所以小罐它算是一個很好推廣的一個尺寸的產品。如等於講有個細罐呢，吼，其他個內容都差唔多，攏共用的條有，但係其他個意義來講，係做電路，也係一種做行銷的時間的一個工具。有的人可能第一擺堂工，想要認識，太罐呢可能是比較有負擔，你買細罐呢，算是做一個入門的一個產品的尺寸啊，然後威脅性無限大，就等你小便宜，還有尺寸夠細，比較好入手。你轉過來一個細罐呢，已經最起碼我看下咧，個大罐呢，更加還有做某個無共用的口面啦，也係講其他嘅方式的呢。你看你哋設施無嘛共用啊？無共用吼，像我哋看到一個紅色的，紅色跟我哋起家產品，就是我們。剛創廣美來金品牌最重要的一支醬油，伊都係我哋呢黃豆的純釀醬油。龍頭做我哋係用台灣的國產的高雄9號豆，伊同時又係毛豆的品種的醬油的大豆啦，所以蛋白質含量比較高，釀出來醬油的醬香就會很棒。那另外我哋身後左右有金色同五色的，
有片膚色個香檬醬油，如果俺能囤零落，零落因為在地的香檬去做結合，它是一款我們會跟客人介紹，它是一款適合搭配海裡面游的生物的蘸醬。周邊個迄金色迄金桔醬油，安尼迄囤蟲子伊咧做金桔的大姐合作的，那金桔醬油呢都會囤寧下介紹講，它是適合陸地上跑的動物的蘸醬。用這個、洗這個都唔怕，反正喺陸地上來的。對，因為醬油底杯，青島你會拿來做蘸醬嘛，就像沙西米。所以囤香檬醬油可以用，香檬醬油都會囤客人介紹說，假使講你是喜歡吃沙西米海鮮類的。還有比如說水煮的小卷啊，或是鮭魚卵這一類的、啊，香檬醬油就很適合去做沾的方式，或是像是做涼拌沙拉。金桔醬油呢，也就是它做像個三層肉，五花肉，還有像白斬雞安呢，就會有不同類型金桔醬油，所以。3支醬油有它3支不同的特性，那可以使用的方式跟使用的食材也會不一樣。哇，對，都入邊啊，小老師都研究出來，將談到個料理的名誒，小老師都留出來。不過，我最好奇的一件事情，阿田，原本的調油釀造內容啦，或者個流程吼，那種熟悉，但係你看有個香檬誒，有桔的，冇錯。記得那個味道，香檬的味道，很用板照你那個調油底杯，又不會講影響其他個品質，因為它嘛個釀造的流程底杯吼，嘛個是只咖喱也得其他的材料呢。哎，對，那功法其實比較純粹一點。那點不管是香檬醬油還是金桔醬油，都是以我們的中間那支純釀醬油為醬油做基底。然後香檬醬油是添加一點的扁食香檬的原汁，就是果汁啦。那金桔的做法一模一樣，因為這樣的功法會這樣子做，是因為不管是香檬的果汁還是金桔的原汁，如果你是在釀製過程放進去，或者是在熬煮醬油的過程放進去，一個精油的香氣啊會被揮發掉很多，因為它的精油是來自於它那個。油脂嘛，也香氣，所以我們為了要讓它的香氣比較明顯，又可以保存的比較久，還可以給醬油後續的熬煮完之後冷卻才加入的，這樣子可以保有它的柑橘風味的最純粹。像咖喱有個原汁嘛，落到其他東西吧，因為這樣子才不會影響到給保存那個品質的。怎麼？對啊，等都很單純，都會特有都會大豆、鹽、糖、水這樣的。基底之下釀出來的醬油，熬煮之後能再加原汁下去混合，對吧？所以香檬醬油囤金桔醬油，還能可以把它認為是一款風味的醬油，風味型的水果風味調油，柑橘的風味醬油。觀眾朋友，冇想到我哋咧調油除了黃豆調的米絲同鹹米之外，還可以加下水果來做一個蜂蜜的調油呢。除了安尼，阿田今年還有兩版神奇的產品，也係故事呢，就是下 CB 茶，你冇走開哦。歡迎回到節目底部前面我們識到好食也有奇妙的，我們調油做的餅的之外，今天我們看到阿田帶過來的調油底部，我有兩罐魔術師的。阿田，你看這條調油其實我攏說是包括個調師傅啦、調種蘆薈、鳳梨調種吼，最優秀片個調成個兩罐係乜個呀？其實也個係我也2年研發一個醬料，叫做客家炸醬。也個係牛肉喏。但我做調油的時候，我撈個豆粕嘛，醬撈烘起來，用壓榨機把醬汁壓榨出來，壓榨完剩下的那個豆瓣，用來講的豆粕，等於用個豆粕呢，再利用油去給它炒，然後加入一些中藥材，然後糖，變成一個簡單成分的醬料。那這個醬料呢，也可以拿來拌麵、拌飯。我最推薦的都會
買個煮牛，好，但是會用個五花肉片吼，用蒜頭爆香，然後醬料1湯匙放下去，一爆香，很像炒。我們做那個牛肉麵的辣豆瓣的湯底去炒醬料，然後再把五花肉下去一起炒。炒了之後呢，不用一些清洗很差，然後給崩翻倒水。啊，無不用一些辣椒。哦。啊，根本你都冇做過。哦。咁我還發生。當安尼講，顏色咧，馬上都想講俄羅斯咧，那結果冇做過咧，後來顏色家攰起來想辦法。伊妹可以拿來醃肉。也可以。醬料吼抹在五花肉，然後放在冰箱，差不多4點鐘，拿出來，不用去烤箱，用烤箱去烤，烤完之後它那個醬料會扒在那個五花肉的肥油上面，切薄片這樣吃，配那個生的蒜頭。講到底，一個客家炸醬的米湯比較偏向是什麼樣子的米線呢？伊的米線其實夠像那點是在跳食譜。但是它有複合了像那點講的五香粉的米頭，還有糖的香味，就是原料很單純，就這樣而已。當時怎麼跟你自己會想到我來做一個客家炸醬？其實因為我很久以前吼，跟我有做一個我有做一個特有粉，當初係因為我哋壓榨完的醬油有個豆粕嘛，其實個豆粕一般。我哋以前呢，長輩吼一定係拿一本給人家做皮料，種個蓮霧啊，好需要高鹽分的，可是就很可惜，所以後來我就研發了乾燥的粉，就是豆油粉，也有概念青蔥鰹魚粉、七味粉的概念。這幾年我就會覺得說，除了粉之外，我哋係唔係可以再把它進一步做其他的研發？所以我就囤個豆粕，不要烘乾。直接跟油去炒，然後就有一款這樣的醬料出來了，就這樣子。阿婷，你真的當然頭腦夠靈活呢，根本不是太凶呀的以為麼？挺好吃東西啊。除了能這個產品之外，前面的時間你也有提到，能有做個類似小旅行的導覽吼，能的總條的部分，但係。首先，你這個總條係一定愛嘛，如認識一個地方。當然，你這個又強調講，你能來推廣一個釀造的文化啦。沒錯。那你能釀造的文化，你能有相關的導覽啊，也係講體驗的發通嗎？有，其實更加除了導覽以外，能釀所開始已經陸續有辦，比如講去個帶釀造的課程，就是 DIY。還有呢，在這個店裡面販售商品的廠商，也有一起來帶，比如說挑夫漁業製作，還有味噌鹽曲的製作，還有梅乾菜製作。未來這一系列課程，都會標跟的豐田釀所的臉書和 IG，所以有相關課程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那我們其實，在今年呢，暑假、7月份、8月份都會陸續辦理相關的課程。將來頭廣東的釀造的 DIY，都會在7月份會辦，那活動都會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面看得到啊。阿婷啊，從強調哦，其實人的體驗的發通，因為人東西發酵一個文化，其實要喺時間。冇錯。人的體驗發通來講，大家都會想到馬上可以看得到成果啊，好可以帶過去啊，也係講可以有個食得到、看得到、瞄得到的。但係發酵文化冇按腳，人的體驗發通很用辦去呈現講。技能最美的成果，也講本人還可以感受到講人類應該就會發酵的文化呢。像很多提到的釀造的 DIY， 同像挑夫一樣的吼，都會做2階段課程。我們就會分第一階段，比如講暑假7月份做第一階段的釀造的認識，比如特有的製作流程、釀造工法，然後讓他實際去做一根特有。一堆小甕缸推入帶過去，讓我們在相約1年後來做第2次開甕缸，壓醬油、煮醬油，煮好一根半魚帶過去可以自家試的特有。有的也算連續性的課程。我說，其他個做出來體集團做出來一個甕缸小甕缸，它竟然可以帶過去。帶過去就像養寵物一樣，每天去呵護它，去觀察它。去聞氣味，去記錄它每天的變化。
你唔會受講今日帶過去，結果個體育路壞嘅，係一種冇做。唔係啊，但係同人講，我哋照顧啊，有某個問題可以打電話來同人哋問，啊拍照傳到我哋的官方的來去看狀況，看可以怎麼去做維護什麼的，這個都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嗰時候談到也嘅呢，阿婷你真是有小心機哦。冇啦。呀，所以等於講，其實唔能透過一百個體驗的發通，培養講人客的黏着度。本日參加100之後，因為還會有體200，他一定會有心機講，我體育我做好好，按你做出來可以做到樣板。我有用啊，我飲好誒。可是我之後我要怎麼把它煮醬油？我要怎麼來使用啊？你都會有第2階段高原牛尾粥啊，以後你就可以去那不會買材料，或是說來我們店裡面，我們有賣牛脯，如果你講的豆曲。我哋沒有賣小甕缸，好，那你就可以買回家自己 DIY。我們就是販售材料包的概念。你除了做體育有個體驗的發通之外，還有其他體驗的發通嗎？有，我哋更加還有開發如像跳舞儀嘛，還有鳳梨跳鐘，還有像 miso、味噌、鹽曲。還有像我哋客家最有代表性的筍果粒菜，沒有地去做。還有一啲東西叫蘿蔔絲，蘿蔔絲啊。還有像梅乾菜啊，還有個陰薑。按呢課程啊，都有地去，已經在規劃，陸陸續續會把課程資訊 po 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面。如等於講釀造文化啦、滷的東西啦，也都相關的，吼，你們都有規劃滷做嘅。更加有人客已經參與過、體驗過的冇？有，其實這個也個豐田釀所開以前，都有開過大概5到6次的釀造課。大家其實第一把的參加時，他們是抱持着質疑跟好奇心。質疑是說，你到底要怎麼讓我們更深入了解醬油味東西？因為它有味東西，用路其實一查路可以差不多第2年做。所以好奇的會講。那你有做 DIY， 你是怎麼進行？所以他們其實實際參與完之後，他們是感覺講，真是冇，有點的回饋都會講，真是冇看過安尼帶課程，因為我哋真是會不會看到豆曲，真是會教伊去牛去洗牛脯，如果我哋牛去做體育，我哋都教伊牛去做，牛去洗牛脯、敲鹽，然後滷甕缸。倒滷水，然後風缸，完整的一顆甕缸，小甕缸，其實個甕缸就等於喺我哋睇個本身做體育的大甕缸的縮小版。所以伊拿到的東西其實就會一點平時適度的體育的製作過程的縮小的東西。像唐董安尼分享有個體驗，反正我都是見面都講，做個有個釀造要時間啊，要用慢些呈現，才會有底部的精神。一般來講，大部分的體驗發通一定做半成品。一般都冇啊。但你都有想到有個部分，如果還是要就是我們會再相約，因為釀造係需要時間呢，所以一定要讓整個參加過的學員了解到完整的發酵的釀造的流程。像鳳梨跳鐘。做100幾去都時間不易，發酵下來你都可以自家打開生。像米手鹽曲咩，就是發酵時間，它不需要在我們教他怎麼去操作後續。你這個對一個釀造文化嚟講，土地啊，這個沙體吼，一點的充實嘛。那你有發現到講，如果呢沙體使用人做嘛嘅，也係講，因為你呢出現本地方上嘅沙體開始有冇相同的改變呢？有按那個過程？其實有哦，像我因為我也跟豐田釀所開以後吼，前面是親手採地的，我冇看過店面，有的會做手工餅乾的，有的會做奶趴的，攏我來請來，伊哋都講，伊哋其實清久以前都想為這個新北市開店的，但是沒有小空間改造的概念，所以自從我也跟豐田釀所開起來之後，他們就覺得說，有的範本是真的已經出來，我們可以做參考，就會來同我哋交流，就會講，安尼開，呀，底部的空間的改造什麼的，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然後甚至也有跟我們說，那是不是有機會可以請你來我來場地，同埋開一下，係可以搞冇講指導都講交流啦，
可以做為高華的啊。所以其實豐田店所以那個店面伊這個新北市出現吼，伊不只是一個商店，伊面係一個新北市可以改變商業形態店面的一個新概念出來。對那點在地的老阿伯伯們，其實伊等啊吼，伊連迄輕豐益安的概念出現。但是因為新北市無安尼高，更加第一擺出現，一定會好奇，好奇，所以一定會需要給予時間，慢慢去熟悉這個店面的存在，也就像釀造一樣，要時間慢慢的去發酵。更加人需要啲時間，讓大家可以互相，將一個地區的不管係文化啦、商業的形式啦，也係講地區大家人下安尼交流，天天的來，讓大家攏熟悉之後，嘅味道都會走出來。冇錯，然後需要時間啦。觀眾朋友，聽到今日阿婷帶來的故事，係咪同嗰本藝有同樣的想法呢？沒想到傳統的佛教的文化，可以教下殺氣，可以教下土地上的人啊，故事、體驗的法通等等，伴自家的生活更加美好。也感謝我哋阿婷今日帶來安新的一個觀念吧，我算認識一個佛教的文化一個平台哦。再一次感謝。多謝各本多謝各位觀眾朋友。假使講對新北市豐田有興趣的話，歡迎來電新北市聊行的。對新北市的伴手禮有興趣，歡迎來電豐田店所看看的老的安尼。謝謝大家。好喲，抽到更加好嘅有個為上一幕呢，腳腳停停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鄉親好朋友，記得點讚訂閱客家電視台頻道，順勢聽數分享出去哦。